顺其自然是说会去，但时间不一定达到的意思吗？应该这么讲，就是这有几个层次了。本来这个法会活动应该是说是桃园的行程啊，那以柯市长这边呢，他们应该是当天就是有整天的桃园行程。那王院长跟郭董事长呢，因为本来在行程当中还在考虑有没有要去，所以目前应该都说还有其他的行程。所以可能还要回去再稍微协调一下。应该这么说，就是王院长应该接下去还有要去台中的行程，所以如果要去前面的时间也可能有点赶。那我们这边也要再回去询问一下董事长的意见，因为他中午事实上也有另外的客人，所以现在目前还需要再协调一下。但是最后大家幕僚的结论就是，对于礼拜天的活动，我们大家顺其自然。如果有碰到就碰到，如果没有碰到，不会硬要说要让三方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碰到。顺其自然是说会去，但时间不一定达到的意思吗？应该这么讲，就是这有几个层次啦。第一个就是说会不会去，但现在如果说时间上面真的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行程排不开的话，不会一定要去。那另外就是去的时候，有可能大家因为前后行程的关系，也不一定会在现场变成是碰面，所以这个东西最后的结论就是顺其自然。刚刚讲了，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挑这件事情，它只是说刚好在这个时机点上，大家都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邀请函而已。那有收到这个邀请函，但是不表示说每一个人他就一定都会去这个活动，所以应该这么说，就是说这个是在最近期，就是在柯市长讲完说三方如果可以碰面以后，最近期当中大家共同3个人曾经都有收过的一个邀请函、邀请活动，所以跟这个活动本身它是有什么样子的背景啊或关系啊？我想如果是在台湾能够举办的活动啊，那来讲，因为台湾尊重各式各样的宗教自由嘛，也有集会啊各方面的自由，我想这个部分也不用做太多的联想。那有传出就是因为今天对于这个会面的消息都传了很多的版本出来，那现在大家也都认为说好像是都是柯市长这边一头热，但是你们这边好像就是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，就是应该是说配合度没有那么的高，然后柯市长这边反而是他一头热，有一种被逼的上架的感觉。不会啦，这没有谁逼谁的问题啦。因为其实我觉得，任何的团体啊或者单位啊见面，其实永龄基金会跟很多的单位都有合作。那我们也平常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洽谈，所以倒没有说谁的合作意愿比较高，谁的合作意愿比较低。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都是过于揣测的说法，所以我想。可能大家关心的比较是说2020的总统大选，但是我已经强调过了，到目前为止，郭董事长并没有宣布或者在这方面表达任何的看法或想法，所以如果是就这个为前提的话，我觉得现在讲这件事情都是属于臆测的范围。